穿着学校的衫，台湾基进党台南市东区市员候选人李宗麟活力十足的拍着排球，这是意味着要支持18岁公民权，特别要来教少年学生共同去影片来宣传。我们东区其实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啦，那我这次其实是最年轻的市议员参选人。那东区有很多的高中，比如说台南一中，然后这个长荣中学，然后光华等等的学校。那这些学生我们发现，他们也都非常的支持18岁的公民案这个公投案。那我们希望，我们也举办了非常多的讲座，甚至带这些学生到街头上去宣讲，到市场里面去扫街，然后来拜托我们的这一些前辈来支持这个公投案。学生的这一些感染力也感染到这些长辈，让他们觉得说世界是由学生来推动的。李宗麟呼吁大家爱予少年人一个机会来参与政治，予因更关心这个社会，所以大家年底一定爱投票支持18岁公民权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